男，25岁，家中老大。17岁辍学后进城务工，与父母一道供养还在读大学的妹妹。一家4口4季不休的努力与艰辛，只为了能托起容纳妹妹的那间教室。那是对抗贫穷的基石，也是他们明天的希望。但偏偏老天决定夺走这1/4的希望，而他们除了接受，似乎别无选择。亚楠姐，你觉不觉得我们在死亡面前太渺小了？他什么时候来，会选择谁？你看沈乐，明明那么努力、那么用心的生活，说走就走。我觉得我们在死亡面前每天做的这些，算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干咱这行呢，会经历3个必经阶段。哪3个？第一阶段是恐惧，熬过去之后，就会陷入巨大的犹豫和彷徨，最后是自我否定。要怎么做才可以克服这种无意义的感觉？就一个办法，做下去，一直做，就像我做头发似的，成为习惯了。直到某一天，你去买面包，发现你今天那面包馅里的奶酪比平时多了点儿；又或者2、3月份你走在路上，发现路边的枯枝里钻出一个新的绿芽芽，你都觉得特别幸福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的意义了。了解一下林总。请你们帮帮我们吧。芳姐她实在是太痛苦了。大家现在来到的是我们的临终关怀科室，这里一共有11个病房，每个病房都是相对独立的，大家都可以比较舒适。大家继续往前走。周围的居民也逐渐接受了临终关怀中心的存在，家里有病人的甚至组团参观起了病房。挺好的。片子显示你有腹水，一会儿抽出来你就会舒服很多。
月后，方健在临终关怀病房里平静去世。我接过了罗大淼的工作，送他最后一程。他也是我独立画完的第一位往生者。景兰，啊，老爷。不用怕。胡子呢也不要太多，让胡子都变成白的了啊。通常癌症病人去世后，会因为过于消瘦而出现双颊凹陷的问题。好了，眼睛可以了。需要用填充物加以填塞，再辅以特殊的颜料修饰病容。挺好，可以。仪式进行得很顺利，放心吧。我是生的守门员，你是死的摆渡人。这么算起来，咱们还算半个同行。干嘛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黄一平他老婆去世了，刚刚火化。老婆？他还有老婆啊？ 20多年前一场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一直昏迷到现在。本来他俩是要到民政局去办离婚呢，这不婚也没离成。这么多年，都是黄一平一直在照顾他。我跟黄一平认识，还是他老婆爸妈介绍的。当时就跟我说。 黄一平人好，我一想，等我老了，这女儿指不上，他对我要有对他老婆1/10的好，我这晚年也不至于太惨。
你别这么看我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不是傻子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说你都多久没听我把话说完了？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好好跟我说话。行吧，你忙吧，我去看看他去。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。虽然我不知道意外、贫穷、误解、病痛、永失我爱哪个会先来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但明天会有太阳吗？我相信。